最近美国的大学学期要结束咯，也毋过有受不少小婷巴勒斯坦的学生囡仔伫个抗议，所以学校气氛是真紧张。各学校规气就改做线顶上课，要来减少校园的冲突。另外，伫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有人伫病院外口发现有一个所在带300外的遗体。美国大学学院内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规模渐渐升级，包含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等的学校，拢有大量学生响应抗议活动。相关伫哥伦比亚大学甲耶鲁大学的抗议活动中，互警方溺爱学生。有部分的教职人员决定协助学生继续进行抗议的行动。其中，哥伦比亚大学23紧急宣布讲，纽约主校区改做远距离课程，延长到春的学期。I'm honestly infuriated and frustrated and angry and mad about the recent events that are happening specifically in U.S. campuses and like for the last 7 months, obviously, in Gaza. Hate has no place in our city. We should not be seeing hate in our city. 学生伫哥伦比亚大学草坪举行的大平运动，因计划留到校方答应因的诉求为止。佮要求校方抵制所有和以色列有关系的活动，结束整作灭绝。学生代表指出，当咧甲校方谈判，毋过拒绝讲谈判的细节。对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好家人，美国 NFL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头家克拉夫特不满学校乱吵吵，要求学校积极安打抗议甲冲突，若无可能的对相关的捐款来冻结。另外，以色列军队伫4月时撤出加沙的南部了后，加沙的民防人员伫汉尤尼斯的纳赛尔病院发现蒙阿波带300外具遗体，有一寡尸体骹甲手都互绑起来，有的亲像是风出刮的款，而且大多数的尸体已经烂去。不过，以色列军方已经否认甲蒙阿波有关系。We have seen those reports, and the reports are incredibly troubling, and we're inquiring on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We call for independent, effective,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deaths. 联合国23对报道表示唔敢相信，指出讲可能牵连战争罪，呼吁国际爱赶紧调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